大家好，我哋開始講西方哲學史嘅分論嘅部分。咁西方哲學史咧，一般咧都係分為大概四個。西方哲學史咧，一般咧都係分為大概四個主要階段。第一個階段咧叫古希臘哲學階段，或者叫宇宙論階段。但係到咗下半部咧，就有叫人事論嘅階段。即係古希臘哲學咧就分咗兩部啦。咁然之後咧就一跳落去咧就係公元後大概300幾年嘅中世紀基督宗教嘅哲學。基督宗教哲學又叫神學，或者係將哲學睇成係神學嘅奴婢。咁跟住咧，西方哲學最重要嘅部分咧就係近代歐洲哲學。近代歐洲哲學裏邊有理性主義啊、經驗主義啊，咁然之後咧中間出現一位咧就係叫做康德嘅批判哲學。咁下一部分咧，第三部分咧就屬於呢個咁樣嘅德國觀念論。至於現代哲學嘅部分咧，我哋又分開英美哲學同埋歐陸哲學。呢個區分咧，大概係屬於我哋叫做最普遍嘅、最比較係大家都認同嘅一個方式。咁我哋講哲學史嗰陣時咧，其實有兩種形態，一種咧叫 first order 第一序式嘅。即係話大家普遍都接受啊！舉個例子，柏拉圖係一個非常偉大嘅哲學家啊！咁佢係承傳蘇格拉底啊！咁然之後咧對蘇格拉底嘅時候咧，開始討論咩叫公義啊，一啲人事論嘅問題。咁然之後咧，中古神學係代表住一種對宗教同埋係神學之間嘅一個融合。一方面咧，佢用咗一種希臘式嘅邏輯推論，但另一方面咧，又為咗呢個宗教服務，所以哲學係宗教嘅婢女。咁到咗近代裏邊咧，就係理性主義重視理性，而經驗主義重視感官認識咁樣。呢啲叫第一序。第一序咧就大概內容上可能有啲唔同，或者判斷有啲唔同，但係咧應該唔會太分歧嘅。因為西方人咧對哲學史嘅叫做討論咧相當之成熟，有好多不同嘅專家啊、學者咁樣。咁但係咧仲有第二序，第二序咧例如尼采咁，佢重新對西方哲學史咧解釋，佢認為蘇格拉底係哲學嘅開始墮落，竟然係咁樣。咁然之後咧仲另一位係海德格啦。海德格對西方哲學史差唔多要重寫、重新判斷咁樣。佢有時咧竟然認為宇宙論嘅時期咧，比蘇格拉底時期更加深刻、更加有哲學嘅本源嘅味道。咁而對理性主義咧，佢係相當之否定嘅。咁然之後咧，比較從另一個方式裏邊咧，就係比較肯定康德之外咧，對大部分嘅西方哲學家咧都有少少否定。到咗近代哲學或者現代哲學嘅陣時咧，歐陸哲學咧呢個英美哲學咧就會對整個哲學史，因為係比較強調形而上學啊，所以佢哋會有一種叫做 pseudo problem 嘅問題，認為形而上學都係一種虛假嘅問題，所以對成個哲學史咧有一個差唔多係否定嘅傾向。咁歐陸哲學咧，佢一方面咧重新改寫哲學史嘅意義，但係另一方面咧又覺得哲學史咧有種銜接性，所以呢種叫 second order 咧就對哲學史有不同嘅價值判斷。咁我哋初步講嘅陣時咧，最好都係用 first order 嘅講法好啲嚇。好啦，今日我哋講法裏邊咧就係會打算講呢個古希臘嘅宇宙論階段。咁下一次咧就講蘇格拉底個同埋柏拉圖嗰個哲學嘅部分。好啦，我哋睇睇呢個古希臘哲學嘅幾個派別。我哋先係用一個循遊式嘅方面了解一下佢哋之間嘅關係。因為呢古希臘嘅宇宙論階段嘅哲學咧，人物好多，但係似乎咧仲未有好系統化，好似各節各說咁樣。佢彼此之間嘅互相辯論係比較少，要到咗柏拉圖先正式進入一種叫系統嘅階段咧。第一個階段裏邊咧，Milesian咧呢種學派咧係比較係原初或者叫 naive 啲嘅。咁有三個人物，呢三個人物咧大概都係呢個附近嘅地方住，究竟係咪師承關係好難講。咁泰利斯嘅方面，我哋頭先睇過係講話水啦嚇。咁因此嚟講咧，呢個代表住佢開始離開神話階段，成為第一個哲學家，開始作一種經驗嘅觀察，開始思考呢個世界存在嘅一啲本源。
我哋上次講過，叫英文叫 original stuff， 即係個原初嘅物質。比較準確啲咧就叫鈪烯，鈪烯就代表住原質，譯做中文。咁啊以後盡可能用英文比較統一啲。咁佢三個人嘅方面咧，都係講緊某啲事物係作為事物嘅萬物嘅本源。咁而跟住落去咧，開始抽象少少啦。即係呢個哲學家之間咧，其實應該咁樣睇法咧，就係呢個 Milesian 呢種方式咧，係透過對事物嘅某個物質、某樣嘅原質，認為呢樣嘢最重要，於是咧就將佢睇成係宇宙生成嘅起點。咁呢個起點就係佢哋所謂宇宙論嘅時候，宇宙就係點嚟嘅咧？就由水啊、空氣啊或者無限咁樣。咁跳落去第五個派別咧，呢個都係屬於同一個類型，只不過佢屬於多元論，地水火氣啊，有或者叫地水火風。咁呢個理論咧，估計係受印度人影響嘅，就係印度裏邊有叫四大皆空啊嘛，大家聽過四大就地水火風啊嘛。咁大概呢個希臘人咧受呢個印度轉過嚟嘅一種想法。咁仲有另一個咧 Empedocles 咧就係認為頭先講咗，另一個咧就係 Democritus 咧就認為原子係好多嘅。咁所以講咧，一種係原質係比較統一性，有啲就叫做一元論，呢啲叫比較多元論嘅宇宙論。OK， 咁但係第二個層次裏邊咧就開始係高深啲嘅。例如呢個 Pythagoras 喺個 Pythagoras 裏邊咧，呢個好容易聽過係嘛？呢個 Pythagoras theorem 即係不是定理。咁呢種嘅學派咧係好重視數嘅，而數係比較我哋叫抽象嘅一啲嘅東西，因此咧同呢個原質理論或者將經驗事物揾某個物質咧作為宇宙嘅本源咧，有少少叫做抽象化。呢個就係西方嘅形式嘅問題啦。form and matter 形式嘅方面咧，係唔係實際上個對象，例如數目字2咁樣咧，並唔係一個實質嘅物體嚟嘅。你喺呢個世界揾到兩隻天鵝或者鴨仔2，但係揾唔到2呢樣嘢嘅。因此咧，我哋叫一種形式性嘅思維。咁形式性思維之中咧，又有兩位好重要嘅人物，就係一位咧就係 Heraclitus 克里克拉斯。雖然咧佢都話呢個宇宙係火係本源，但係佢嘅理論咧比想像之中複雜，而且好多哲學家係重新研究過佢，認為係佢一個非常出類拔萃嘅古典嘅宇宙論嘅哲學家。另一個巴馬尼底斯，巴馬尼底斯由於佢影響柏拉圖好重要嘅一個哲學家，所以嚟講佢嘅理論咧係由柏拉圖發揮咗好多，所以我哋會多啲內容。咁佢嘅講法裏邊亦係一種抽象啊，講存在sign 或者 being 或者係一種 the one 即係話呢個宇宙嘅本源嗰啲問題。所以咧，我哋嘅分法咧就係從一個理論嘅深度上去講。咁第一層嘅方面咧就係第一同第五咧，時間上雖然係有前後咧，就係屬於一種叫做物質性嘅解釋。對呢個宇宙嘅存在，希望揾到一啲佢最覺得係最 original 嘅 stuff 咧，作為解釋宇宙嘅本源。但係到咗畢達哥拉斯派，佢哋嗰種我哋叫做數啊，或者好神秘嘅音樂啊呢啲嘢，然之後或者克里克拉斯講呢個叫 logos 嘅理論啊，到咗伊利亞嘅呢個巴曼尼底斯呢三組嘅學派咧，其實係屬於高深好多嘅。甚至頭先講嘅海德格咧，認為呢三個學派咧，特別後邊呢兩個咧，佢認為係其實係比蘇格拉底啊、柏拉圖更加接近希臘人嘅精神，更加講到呢個宇宙嘅本源。咁呢個就係佢嘅判斷啦嚇。好啦，我哋跟住用一個概括嘅時間次序去描述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咧，我哋叫做 Miletus。咁稍微睇睇嗰個地圖先。呢個古希臘地圖咧，就係中間咧就係雅典啦，咁啊另外一邊咧斯巴達啦，呢個係離開另外一邊嘅，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城邦都叫 Thebes，就係講嗰個伊底帕斯王嗰個獅身人面嘅地方啦。咁就有 Delphi 啦，呢個就神廟嚟嘅所在。北邊咧就係呢個 Mount Olympus，即係呢個奧林匹克山。相傳咧，宙斯啊、雅典娜啊、維納斯等就住喺呢上邊嘅。咁呢個叫 Macedonia，即係馬其頓啦嚇。咁後來嘅亞歷山大就由呢度興起，最後征服咗呢個希臘嚇。
咁然之後咧再推廣到去印度。咁而我哋嘅學派咧，第一個咧就係叫Milesian 咧，咁佢嘅地方就主要喺呢個地方，就係呢個南部嘅 Miletus 呢個地方。另一派咧就係畢達哥拉斯，呢個係一個神秘嘅宗教團體嚟嘅，咁佢裏邊好多祭祀嘅，咁就喺呢個地方一個島Samos 咁上下嘅地方。仲有啲咧我就唔係好準確啦，只不過我哋知道其實最初嘅哲學嘅開始咧並唔係呢個雅典做中心啊，要到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佢先至雅典做中心。咁而呢個Asia Minor 咧呢部分咧反而係好多嘅不同嘅民族啊種族嘅人嘅方面咧開始呢種我哋叫哲學式嘅思維。咁呢幾個理論裏邊咧，第一派咧就係呢個 Milesian， 佢地點就嘅頭先講啊 Miletus。咁第一位咧就係泰利斯，呢個好簡單。之前我哋都講過咧，就係佢其實咧就係主張咧呢個世界裏邊係水作為萬物嘅物質。咁點解咁樣咧？有一種講法咧，可能係因為佢見到水能夠滋長，有種滋潤植物有水生長發芽。再加上咧，人缺乏水嘅陣時咧，就會感覺到好痛苦。咁其實呢種講法當然好粗陋，問你缺乏空氣都好痛苦嘅。所以呢個水嘅濕潤性或者係滋長性咧，就佢選擇。咁由於佢冇特定嘅文獻留低啊，最多係講下少嘅地方就係佢咧就好中意夜觀天文。每日都望住個頭，到夜晚一路咁望住。點知咧就有一次跌咗落井咁就嚇。咁個婢女咁講話即係話俾佢聽，因為希臘有奴隸啊嘛。呢個奴隸嘅婢女話：Master， 你雖然好認識天上，但你地下咧就一竅不通啦咁。咁呢啲係相傳嘅一啲故事啫。咁另一個人物咧，即係所以喺理論上冇乜特別好講，只不過咧佢係象徵性係第一個哲學家。更加重要咧，開始脫離神話階段，用一種擬人化去解釋自然，而係用我哋嘅經驗觀察。咁呢個所以呢個哲學家係代表住一種歷史嘅代表性，而唔係話喺理論上有乜深度。咁另一位咧叫 Asmanius 咧，係有可能係佢學生嚟嘅。咁佢認為嘅想法裏邊咧，就係認為空氣比較流動啊，同埋係無形啊嗰啲咁樣嚇。佢認為呢個更高咁樣。咁但係又係冇乜特別嘅內容好講。咁最重要嘅咧，呢三個之中就反而係呢個叫 Asmandus。點解重要咧？就係因為尼采同埋海德格咧都要專門去解釋。並且咧喺古希臘嘅呢啲哲學裏邊咧，有啲叫斷簡啊 fragment 啊。咁就有記載咗佢一句説話，咁我睇睇佢説話講乜嘢啊？呢個就係Asmandus 嘅説話，咁我記載喺嗰個 Asmandus Fragment，咁喺本書裏邊叫 Early Greek Writing 裏邊記載，咁仲有一啲記載咧，我哋留意下咧，就有幾個將呢啲 fragment 記錄落嚟嘅。有一個叫 Diels， 嗰個係最重要嘅人物。咁呢個尼采嘅翻譯啊，希臘文就咁樣，我哋一句都唔識睇下。咁譯咗做英文咧，就係會提到嘅想法，大概嘅説話變成咁。Hence things have their origin， 每樣事物咧都有佢嘅本源嘅。They must also pass away according to necessity。每樣事物咧都會過去或者消逝嘅，呢個依據一個必然嘅法則。For they must pay penalty and be judged for their injustice。呢句説話咧就相當之複雜啦。海德格嘅解釋又唔同，好多嘅哲學家嘅解釋唔同，認為呢句説話咧好有深度。佢話咧每人類咧，由於點講咧，佢應該咁講呢個 according to the audience of time， 即係喺時間裏邊咧，佢特別有種優勢喺時間裏邊，好可能人類會思考啦，一般嘅解釋。咁於是嚟講咧，人存在呢個世界咧係特別痛苦嘅。點解啊？因為佢要 pay penalty， 要受懲罰，因為佢哋本身咧係 just for the injustice。咁有個譯法裏邊啦，海德格加嘅字就係因為佢哋佔據好多 advantage， 即係於是咧我哋咁樣諗就係Asmander咧就認為咧人類喺呢個世界活得特別痛苦。
因為咧佢佔盡咗呢個世界裏邊嘅自然嘅好多優勢，因為佢特別聰明，呢個我哋教落去啦，原文冇特別聰明能夠思考，所以咧佢哋嘅婦女裏邊咧亦特別多思想嘅煩惱。於是咧，佢喺呢個世界裏邊咧，時時受到懲罰，所以佢特別痛苦，就係因為佢佔據咗其他事物嘅好多優勢或者係優點。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解釋。咁就得一句説話嚇。咁呢句説話裏邊就代表住古希臘人嘅一種好原初嘅思維。個思維裏邊咧，我哋叫做宇宙論階段咧，就係佢係想像呢個宇宙生成變化。呢個哲學家認為係一種叫做我哋頭先講嘅一種叫 apeiron 就叫做我哋叫做無限譯作。咁呢個無限咧，大概佢係從佢另外一位可能係Asmanis 講法空氣咁，佢想像沒有邊際啊咁樣。咁呢個 apeiron 譯做無限咧，有時我哋唔係好清楚講咩。即係有啲嘢我哋無謂勉強解釋，只不過佢話認為水呢啲嘢咧都太過實質，其實呢個宇宙本源就係一種無限，呢個無限咧係一種不確定性應該咁講，佢唔係指嗰啲 infinity 嗰啲咁嘅嘢。咁Asmander 咧頭先咁講就係認為咧生命本身咧有某種嘅意義，甚至解釋為何人活得特別痛苦咁。於是咧就被認為係呢個 Miltiades 或者 Milesian 學派裏邊嘅一個比較深刻，而又經過尼采海德格嘅即係點啊嘉獎之後咧，就認為呢個一個相當唔錯嘅哲學家。呢個第一部分講完啦。第二部分咧叫Pythagoras。咁我哋又加咗幾個名，佢大概係公元前580年同埋500年之間咁上下人，呢啲全部都唔係好確定嘅。剛剛與佢比孔子係551年，即係話咧都長命喎，有80歲咁多，咁就係同孔子咁上下同時期啦嚇。咁呢個 Pythagoras 咧。佢本來有幾個人物㗎，但係我覺得一般我哋了解西方哲學史咧，盡可能集中啲。你每個名講幾句咧，你會好混亂嘅。所以我哋試幫大家溫習嘅就係呢個 Milesian 咧，就係哲學嘅開始，係亞細亞地方裏邊一啲非希臘人裔嘅人咧喺度開始仰觀天文嘅時所思考嘅一種起點。咁點解就係咁樣諗啊？點解係點樣發展啊？到後來佢哋去咗邊度咧？呢啲我哋都冇辦法再追求啦。咁而畢達哥拉斯咧，你有幾個好重要嘅問題。呢個哲學家似乎係佢一個學派，甚至係一個神秘宗教團體。咁最重要咧，佢係崇奉呢個 Dionysus 啊，我哋叫酒神。酒神咧，呢個神咧喺希臘嚟講係有佢重要性嘅。當然宙斯係諸神之王啦，但係酒神係一個中年男性揸住啲提子喺度飲酒咁樣，佢係代表住一種神秘宗教經驗，因為酒咧令到我哋有一種咁樣嘅狂熱啊，有一種好似沉迷啊，或者甚至有一種好特別嘅聯想。咁於是我哋唔知佢個實際點樣咧，佢往往咧就有啲女性咁啦，喺高山上邊咧當酒神節就做一啲儀式，聽講好神秘嘅。咁而呢一派嘅內容咧就重視講數同埋其實主要講數啦 number。音樂係引申出嚟嘅數咧，點解係咁樣咧？咁佢首先有一個 triangle， 我睇下我有冇揾到出嚟。就係第一個單位由上至下，第一個1粒，第二個2粒，第三個3粒，第四個剛剛4粒，4個單位，咁就構成一個等邊嘅三角形。咁佢覺得呢個三角形咧好完美啊，於是咧10咧嗱呢咁嘅單位加上嚟剛剛好係10啊嘛，10係最完美。咁其實如果你用一啲比較現心理學講法，人10隻手指好容易諗到10就係完美嘅。咁十進制啊，呢啲都係好自然嘅一個想法。數點解咁重要咧？咁呢個嘢好難講。我哋只係知道佢話咧，呢個世界裏邊咧最神秘嘅嘢咧就係數。咁而佢話神秘嘅數點講咧？呢個就係數學史好出名嘅兩件事，同呢個學派嘅關係，就係我哋開方二啊。
就發覺咧係一個無理數嚟噶嘛，計唔盡噶嘛，除唔到個開方二。咁於是咧聽講有啲教徒咧向教主講話：咦，呢個開方二計唔到喎，點樣？咁於是被殺咗。呢個傳說啦，因為佢覺得所有嘅嘢都應該可以理解，但係無理數冇辦法理解啊嘛。咁而另一個故事係關於數嘅觀念咧，就同音樂有關係。相傳呢個相傳就係Pythagoras 呢個其中一個教主啊，以佢最重要啊。咁咧就住嘅地方裏邊咧，不遠嘅地方竟然有一個打鐵鋪。咁打鐵鋪咧好嘈，每日喺度打鐵咧，佢哋令到不勝其擾。咁而 Pythagoras 咧有一次突然間咧感覺到好奇怪，今日點解嗰啲打鐵聲咁好聽嘅咧？叮當叮當叮當咁樣，咁就走出去觀察。咁就揾喺鐵匠裏邊咧，佢係喺度量度嗰啲鐵器，可能係劍啊或者其他嘅鐵器打鐵嘅陣時咧，佢就發覺咧嗰啲鐵咧竟然有一個比例喎。覺得長一啲嘅鐵咧就低音啲，短一啲嘅鐵係高音啲。並且咧嗰啲鐵之間咧，如果某個長度啊，呢個就叫英文叫 ratio 啊，某個比例嘅陣時咧，打出嚟嘅聲音就好好。咁呢個後來我哋講和弦咪Do Mi So咁嘛，呢幾個音域夾埋一齊咧就構成一個好好嘅和弦。咁而離開咗呢個咁嘅比例嘅陣時，嗰啲聲音就撞埋一齊就唔好聽嘅。咁和諧咧呢樣嘢係好奇妙噶嘛。於是畢達哥拉斯呢個學派裏邊咧就提出咧就係嘅數或者 ratio， 佢數其實好多時指 ratio 一種比例。所以 ratio 呢個字咧其實就 reason 啊嘛，同一個本源。解釋就係合理嘅呢個宇宙嘅秩序。仲有最後一個關係，數嘅關係就係呢個 Pythagoras theorem 啦。A square 等於三角形裏邊嘅外角等於對面嘅角 A square。等於 B square 加 C square 嗰個咁樣，咁呢種咁樣嘅Pythagoras theorem 喺中國裏邊都有呢種咁 theorem，都好自然推想出嚟嘅。咁但係喺幾何學裏邊呢個 theorem 咧，原來咁早，公元前500幾年前已經係由佢哋創立出嚟嘅。咁呢個唯一可以講嘅就係呢啲咁樣嘅內容。至於佢哲學點樣由數講宇宙啊，會唔會係後來西方人講13不祥啊、7係 lucky number 啊等等，會唔會受佢影響咧？呢個我哋都唔知。但係一啲所謂塔羅牌啊，或者係呢啲，好可能係有啲認為受呢啲咁樣嘅神秘宗教影響。咁佢崇拜酒神咧，就代表住佢哋覺得呢個宇宙本身咧並唔係想象之中咁能夠明白，需要用一種宗教嘅方式。